再来看台中的入美图，是全国头一座是美术馆，嘛是图书馆的建筑。明年特别完工营运咯。也毋过最近有议员发现，讲美术馆典藏的预算一年只变500万，恐惊是买无啥物艺术品咯。市政府是表示讲，未来预算一定会个增加。工地也咧赶工，主要结构已经完成。台中入美图按明年底启用，毋过有民代质疑，市立美术馆的典藏预算一年敢若变500万，较有名的画作拢已经超过这个数字。台中市府到底敢有心要经营？前辈作家比较好的作品来看，这样的一个预算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少了哈。如果这个部分的预算不能增加，我们很难看得出来。我们的市政府、我们的市长是对这个美术馆是有信心，而且是愿意来经营的。结合图书馆甲美术馆打造的台中入美图，伫咧水南经贸园区中央公园的北边，是2010年摕到 Pritzker 建筑奖的日本建筑师妹岛和世和跨国团队合作，打造8栋互相连接的建筑物，是全国第一座融合美术馆甲图书馆的建筑。机关强调，六都的市立美术馆典藏的费用，台北市就4000万，桃园2500万，高雄2000万，台中市敢若500万是上少的。在典藏品的部分，考量台中绿美图典藏空间新建进度的关系，那市立美术馆呢将在114年度调增编列典藏经费。市府表示，台中是文化城。过去因为无符合国际标准的典藏空间，所以预算长期拢敢若变500万。等到入美图启用了后，预算上无会增加3-4倍。目前是定位做当代甲现代美术馆，希望会当发展做特色，带来经济甲观光等效益。记者台中报道。